起7.2大地震，花莲正做重灾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看文章慰问，讲愿意斗3天。非营利组织世界中央厨房送物资过加沙，却是碰到以色列空袭，造成7个工作人员死亡。同年期，伊斯坦堡一间当咧整修的夜总会遭到推烧，造成29个人过身。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关心咱台湾早起7.58，规模7.2的地震灾情。这地震中心是伫咧花莲的外海，深度敢若15.5公里。这回重灾区是伫咧花莲，有真济间厝海起。下晡在救援队是赶紧用巴掌甲起的天王星大楼镜掉咧。北平街含落的徛街，早起今日就要开始拆掉，所以讲居民就拼倒来看行李。地震来的时阵，敢是去迄条路人的人甲车。地震先用摇的，煞来用心的。停伫咧天王星大楼边仔的头一只车，乘客有紧走出来。原地徛伫咧边仔咧看的民众，发现大楼要崩起啊，就3步做2步，紧要闪开。无甲一望领就规个硬蓬蓬。各位大楼的头前边看，厝崩起的时阵，短几啊秒钟，地下卡全咧消失，规个是硬架。那栋楼真的倒了啦！大楼的管理员表示，头一届地震的时阵，厝看到就强要崩起；到第二届喊甲真厉害的时阵，规栋厝雄起，楼层较低的所在有人先走出来，毋过较悬楼的所在有人吊伫遐。经过好运啊，你经落去就崩啊！花莲县消防人员除了举推，互部分受困的民众会当直接爬出来，毋过住较悬的居民都要靠分推车落来。救援人员嘛赶紧入去救人，会当看到规个楼地板起，真好保持平衡。壁嘛比较真厉害，甲受损，因为门口嘛变形，敢来当用家私破坏才会当开门。小心，后边有洞啊！太斜了。加到大拢起一边，规涂骹嘛照拢是红毛涂甲。搜救人员要是顺利引导受困的居民疏开。这里哦。1楼了哈。到了。辛苦你了。不会。下晡官府再把掌角来，希望暂时甲大楼拆掉咧，避免大楼向崩起。救援人员拢总救出20外个人，不过传出有一个人若想转去救伊的动物伴，全失去联络。这个失去联络姓康的查某人，8点11分的时阵加入去大楼，照顾秒了后，大楼就倒起。搜救人员下晡有发现生命的现象，不过大声话拢无人应。我们现在目前初判说，他15秒的时间不会走到2楼去，所以大概可能在1到2楼的2楼有一个夹层。下晡3点半，联合搜救队找到这个受困的人，伊去有条啊地咧，初步判断无生命的现象。因为烦恼太悬，甲人救出来会有崩起的几率。该位厝的北肚边挖过甲救，也若伫咧北平街的公寓，有一间伫1楼的早顿店，是规个房底变去。代志发生了后，3楼的居民嘛为空棚内底紧走出来，因为县府建管科通知，下晡开始拆这栋大楼，而且会透暝进行。伫要拆掉进前，互住户30分钟转去款行李。不少民众是赶紧走转去摕物件。小姐，你尽量外面一点，带小孩比较危险哦。想要帮忙的话，我帮忙。地震发生的时阵，会当看到亚洲水泥厂区，嘛规个真营业。目前矿区下骹的部落一切拢平安。咱若台泥嘛表示，规间工厂当地检修当中，以当地的安全为优先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市区，真济山区嘛有崩山的情形，影响到公路交通。苏花公路中德路段这地形欠悬，大清水泵坑外口的路是直接陷落。大高山有货车司机去互土石陷着死亡，德卡伦步道嘛有游客去互石头啃死。即阵也有真济民众掉伫咧山区，无法度落山。地震！山崩地震！第一短短时间内，规个天摇地动，山面是大规模崩落去，场面看起来是真惊人。重大地震，康方。地震海阁真严重，大高山中德路段是大面积的走山，对海上看过去，规条山都互黄山搭条咧，看无清水断崖伫倒位。直升机对空中勘查，土石是一直落落来，规个拢是硬蓬蓬。苏花路拢断甲真严重，真侪路段灾情严重。大清水隧道外口规条路拢塌落去无去啊！或者隧道停车场，有人互石头啃着。我们有一位林长在那边工作扫地，那他说。当场就看到落石砸到那台轿车是租赁车，那车上的乘客就死亡。
更较恐怖的阁有这土塔区西伫苏花公路山顶的石头忽然间落落来，互司机是当场死亡。后壁车是随达东啊嘛，互土石撼着。另外，阁有爬山的伫泰鲁阁国家公园的水路高度咧爬山，其中3个人互落落来石头撼着无命。土石的崩落，所以有3位在追鹿古道，这个受到我们山崩的部分，也目前已经欧卡。这个大地震敢若伫苏花路龙，就造成几啊个人无命，包括台9线、台8线、台11线，崩山的情形拢真严重，真侪民众嘛因为安尼受困，亲像伫泰鲁阁，包括远看的游客在内，阁有1000人也无法度落山。另外受困伫惠德隧道北边的40个游客，公所是派车去甲因接，因路嘛有看到涂骹拢有真长的被碰。他们并不是愿意离开，因为他们在考虑自己的车困在隧道内，想说等路通的时候可以接。但警方呢，最后是考量他们的安全，以强制力希望他们能够上车。现在目前全员都在撤退中，强制请他们上车，下去移送到安全的地方收容。警察一直甲因口抗，因为有10几个人本地阁无想要离开，看到对方无要配合，警方落尾是动用公权力，甲人拢撤离到安全的区域。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来看新北市的灾情，新店的山区有路的地基崩了，八间人家厝强要陷落。另外，土城一栋大楼起紧急疏散157个人，也若是中和受印刷厂绑起，加在4个受困的员工拢救出来。新店山区的路大面积崩塌，地基空气真侪车队路有8间面体，都伫崩塌的边仔，都叫地动尾厝向起出落去。这是新店安泰路灾情，好加在13个住户有倒出来，公比91大地震搁较大。太大力了，跑出来外面就走从那个掏空那边过去。崩塌的所在，高木局表示用钢规砖阻止土继续崩，厝空的部分用蓝孔贴做火加固支持。另外，也去救灾便当，调动机具协助居民刷车。新北市长侯友宜到现场指示，爱撤离就撤离，灾损同步处理。把整个社区有500多户，那我们做好整个在整个房屋的安全上以及坡地的损害上做好重新的评估，该预防性撤离的，我们都会今天把它做好。土城一栋大楼因为地震害甲伤厉害，更紧外头大楼歪起，有结果安全记录。市府第时间赶紧疏散157人，有86户申请安置，协助大旅社饭店。侯友宜强调，结果补强一定会做到位。这边朋友，台北1家亲的居民们，稍微辛苦一下，到旅社跟饭店待一下，那我们会尽速的在检测安全结果没问题以后，可以回家拿东西，再拿东西，可以回家住，再回家住。中和这间5层楼高的印刷厂也崩落，4员工被护倒出，警方经过3点钟的抢救，全部救出来。现场一共有4个人受伤，1、2楼的部分2男1女，其中有1名男生，我们送双和医院。另外一个受困长达半个小时到40分钟，也可以说从8点多受困但是后来我们了解他在1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把他救援出来。地震也影响新北交通第64线往上河平的出口，河至长期倒在路边，只剩一车道行过。有民众伫面册分享伫棒球实战路，入去的大楼有体价这物件落落去。新北市在海应变中心同款提醒做1柜开设，及时应变灾情。记者综合报道。大众交通方面，台北港高雄的捷运伫咧这地震了后，拢有停驶一站。火车同步干线宜兰大溪到花莲凤林之间，即阵是停驶的。苏澳新到凤林，预计这翻点进前会当单线抢通。希望伫咧明仔中昼进前恢复双向通车。台北捷运文湖线车厢又搁真厉害，有10外秒，车顶人真紧张，有人右岸边扶手，有人直接移开位，伫走道खु落来。有人去捷运停驶会面，大家经过疏散行伫轨道，真危险。也有人伫干道站落车的时阵，看到站内比较太热，那个回头卡。台湾东
东部海桥伫车山早起7点58分发生规模7.2强烈地震，台北捷运公司马上宣布暂停营运40到60分钟，营运巡检已经全部恢复正常。高铁也全线暂停，改用紧急运转，伫下晡1点53分恢复全线运转。高铁表示，车山因为地震，取消44班次列车，加开22班次行行。民众只要买因为地震影响的班次车票无经过使用，因为这车自开始1年来到各车站卖票的所在办理退票免手续费。我要去台中。那你本来要搭几点的车子呢？8点21，应该 delay 有差不多半个小时了。我没有到高雄，我是看手机，好像是所有的车子都好像有。台铁东部干线因为地震受严重影响，宜兰大溪到花莲凤林之间停驶，也有真大石头跌伫铁轨路顶悬，北回线2个路段全线暂停。后不少人原本要回乡或者是旅游民众，行程受延误，只好改票或者是退票。现在车一直delay，所以只好退票。现在可能就要往南回，或者就是跟亲戚一起并车回去吧。目前台铁赶紧的抢通，有高速新到凤林之间西正线，会伫车站暗时12点单线抢通测试，小班车应恢复单线运转，中途进前恢复双线运行。花莲到凤林也启动公车专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咱台湾的地震引国际关注。NHK、美联社、路透社、CNN、BBC 等国际媒体拢有甲咱报道。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佮刊文章表达慰问，嘛表示讲愿意斗相共。直升机为空中摄影会当看到山坡光光，显示发生严重的山崩。台湾花莲车山发生强烈地震，引发国际媒体关心。各国媒体拢报道台湾地震的消息。路透社用标题“规模7.2地震撼动台湾”，引用台湾内政部消防署的画面，报道地震造成花莲山崩，也访问台湾民众。很厉害。然后我们家门口的机车都倒了，然后我就赶快关瓦斯、关电源，然后把大门打开。基的外国媒体像 CNN、BBC 甲法兰西24电视台，即欧美媒体还有半岛电视台，拢用25冬来台湾上强的地震这字词来报道花莲的地震信息。而 BBC 英国广播公司嘛报道震灾死亡人数增加的数字。法兰西24电视台是讲到中国上海甲沿海省份拢有感受到这场地震。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佮伫首相官邸网站对台湾地震表达慰问，感谢台湾伫3.1甲0顶地震对日本的协助，表示愿意为台湾提供必要的关注。因为日本 Okinawa 一度因为台湾地震发布海啸警报，日本自卫队就和 F-15架战机飞去了收集地震的资讯。另外，和航空自卫队恩纳分屯基地接受去避难的居民。虽然暂时日本 Okinawa 已经解除海啸警报，也毋过日本真侪航空公司，包括全日空、日航，拢宣布取消飞往 Okinawa 的国内线航班，各国差不多有63航班取消，影响旅客达到11000多人。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玉。来看国外的天灾消息，美国中西部拜二向落冰角，佮靠强风变大雨，甚至出现假烈风。目前是有1个人死亡，10几万户停电。另外，中国江西前2日嘛是半暝靠强风，有这大楼的窗仔去互扇破去，3个人互风架去摔死。伫公路风头雨阁大，明明早早去9点外，四界煞拢暗蒙蒙，因为看无啥有，所有的车只好慢慢对头前驶。这种场景是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南部的劳伦斯郡，当地部分地区甚至是落霜啊角。住伫这个拖车厝的营区的一个负责人，发现情形敢若唔对，就随米入去厝内，经过天摇地动，伊的厝是无安怎，不过伊一行出去是规个掉青惊。Oh my God, babe! I thought we were gonna die. We're fine though, we're fine. Oh dear God, this is bad. It was definitely a tornado. 这个负责人是用手机翕到营区内拖车厝变去倒去，设施歹去，规个密密麻麻形。唔敢相信讲歹天气竟然伫个短短15秒内就造成这么大的破坏力。好在在当地并无传出伤亡，不过隔壁的奥克拉荷马州就无遮好运啦。超级大雨夹3个光雷风，造成一个流浪的女性无命。另外，第西维吉尼亚、印第安纳州和肯塔基州至少有10几万户停电。另外，气象当局嘛警告威斯康星州的中部和东部拜日会落大雪。
的，专家嘛讲4月初个落雪，对当地来讲是真无正常的状况。镜头个转去中国，江西南昌市顶礼拜透早忽然间，阁是4呐，阁是打雷公，出现强风大雨，风是透甲一个社区大楼的落地窗啊，拢吹甲破去，一个妈妈紧甲伫咧客厅的红叶抱起来逃命。另外，住伫11楼的万先生，因为下面无困到一间未过，因某锁伫房间的窗啊门，互强风搞走了后，落去楼骹死亡。我叫着他，没声音，叫不到人，然后那个门呢又被风给搅去了以后，我在床上摸也摸不到人。另外一户住伫20楼的住户状况更加惨，一对祖孙搁在困，就连碰床做伙互强风吹落去楼骹摔死，后壁是伫社区的道顶发现3个人的遗体。南昌市官方是证实讲，忽然间的怪天气拢总造成4个人无命，10几个人受伤。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加沙地区目前是有200多万人要寄失踪，这寡难民长期拢是靠外界援助。其中一个重要的非营利组织叫做世界中央厨房，这个组织是2010年创立的，帮助真济天灾甲战乱的难民。目前加沙迄边都有6成的物资拢是世界中央厨房送过的。不过，即阵所有7个工作人员因为以色列空袭来死亡。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讲这是无心的。不过，美国总统拜登就批评讲，因拢无好好啊保护救援人员。国际有真济国家嘛要求以色列都要甲这件代志交代互清楚。若是这回事件造成更较侪慈善团体唔敢过迄边，当地危机恐惊就愈来愈严重。美国非营利组织世界中央厨房7个伫加沙地区进行援助工作人员，找去伫以色列空袭当中死亡，以把冲突和加沙限制人道危机。世界中央厨房负责分散救济食物予当地民众。官方声明指出，现组织进程已经甲以色列军方协调，在满100多栋纽西军队煞伫离开物资发配仓库时阵拄着攻击。世界中央厨房又再度批评，以军是伫攻击人道主义组织，将药剂当作战争武器，无法度原谅。This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There is a need for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into what happened here, and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committed to that. 死亡的世界中央厨房成员分别来自澳洲、英国、波兰、美加、象征国籍加一个巴勒斯坦人。但是发生时阵，因坐应付组织标志的战车运送上升到加沙食物。受害者少数国家拢要求以色列要有一个公法。美国总统拜登佫将上去谴责以色列无保护好救援工作者。以色列是伫代志发生了后公开回释的。The strike was not carried out with the intention of harming WCK aid workers. It was a mistake that followed a misidentification at night during a war in a very complex conditions. 世界中央厨房这半年来继续透过陆海空3种管道援助加沙走廊，到3月底已经发至少1700台卡车食物加煮物件驾驶，各建立社区厨房服务，有到无厝的民众。即马工作人员死亡，包含世界中央厨房在内，真济机构拢宣布暂停伫加沙的食物援助行动，引起国外忧虑，当地人道情形会更加严重。公司新闻杨安编译。土耳其伊斯坦堡一间当咧整修的夜总会，将熊熊的火烧，造成29个人死亡，这死者拢是工程人员。建筑物突然间呛烟大火，风烧甲密密麻麻。土耳其上大城市伊斯坦堡的市中心，一栋16层楼的楼仔厝，地下2层楼是夜总会。这间夜总会为着赶伫开斋节结束的时阵完工，伫当地的时间初日下晡1点左右，建筑工人当伫做内部的装潢的时阵，忽然间是发生大火，造成29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其中有7个人伤势是真严重。死亡的和受伤的，拢是迄当阵当伫整修的工程人员。起火地点是伫地下室的工地，相对伫几点钟后才把火势控制掉。土耳其的司法部已经针对这个重大火灾开始调查，包括夜总会的经理、整修工程的负责人，拢总8个人是发出拘捕令，其中3个人已经奉拘留信文。伊斯坦堡的市长嘛对罹难者是表示哀悼，嘛指出讲，这间 club 要装潢事情并无申请许可。İçeride yapılan yapıyla ilgili hiçbir tadilat İnşaat başvurusu yok. Tabii yapının içeride altta 2 kat altta olmasından ötürü de
biraz görünmeyen bir alan. 为了安全，警方是切断这栋大楼的电力和瓦斯的供应，检查几栋大楼，评估伊的安全性，而且封锁附近的地区。司法部讲，目前已经派3个治安和火灾监测的专家组成专案小组，确认火灾确实发生的原因。另外，土耳其的内政部长嘛，已经透过电话向总统埃尔多安来进行这个火灾的简报。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另外一则意外消息，伊拉克的南部遭受卡车失控，弄到一大连打下课的学生，上无是有6个囡仔死亡，14个人受伤送病院。初步调查，怀疑是迄只卡车的动啊各样。囡仔手部、药水部面是小可整，另外一个人是倒伫病床，无法度振动。中东国家伊拉克南部的巴苏拉省，初日是传出重大车祸，一台拖拉机伫学校下课要转去的时间，冲击到路边在行路的小学生，造成6个囡仔死亡，14个人受伤的悲剧。حادث تصادم في الهارث اليوم نتج عنه وفيات 6 وفيات اليوم الله يرحمهم وهناك 8 جرحى 3 منهم في مستشفى الصدر التعليمي و5 في مستشفى المؤانس البعض عندهم حالته مستقرة وبعض حالته حرجة 一寡轰动受伤的囡仔头是严重受伤，目前是还未脱离危险。警方公布的初步调查指出，讲拖拉机敢若是档啊故障，才会失控启动着人。目前驾驶已经移送法办，因为伤亡者差不多拢是囡仔。这件车祸嘛引起伊拉克社会正大的关注。总理苏达尼已经下令爱随进行调查。事实上，在伊拉克的境内是定传出车祸的意外。根据政府的统计，敢若2022年，当地因为车祸事故无名的人，就得要到5000个，平均每天拢有13个人无命。外国媒体是指出讲，伊拉克因为社会无稳定、政治败坏，包括道路和桥梁在内的这基础设施，拢无啥得维护。但是当地官员却定定甲车祸拢怪去驾驶个人不当的行为，亲像赛车用手机超速者、毒者、酒等等。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墨西哥又有候选人做事时阵去互开枪弹死，这回是一个要选市长的。在过去半年外，墨西哥都有24个候选人死亡。Ciudadanía está con nosotros, nos cuida, pero sí, claro que vamos a tener protocolos de seguridad mismos que ya está viendo el jurídico del partido en el estado. 这个讲话的人是竞选市长的盖坦，伊在世上尾出现的画面。迄当阵，伊当伫墨西哥中部瓜纳华托州的塞拉亚，展开伊头一天做事活动。想袂到，就伫伊讲到安全计划的时阵，煞去歹徒开枪，当场抓无命。这个消息传出来，执政党的候选人是感觉惊一跳，而且为伊集体默哀。盖坦今年38岁，捌是一个律师，嘛是塞拉亚唯一一个女性的候选人。目前并无了解是安怎伊会成做防攻击的目标。不过，瓜纳华托州最近这几年暴力问题真严重，犯罪集团正在为了修正地盘，爆发激烈的冲突。有分析认为讲，帮派为了强化影响力，正在透过施压来影响选举的结果，而且大部分选举的暴力发生伫咧市政战绩。有一份调查显示，从去年9月以来，已经有24个候选人不幸遇害。y asegurar que estos hechos no quedarán impunes. En el gobierno del presidente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estamos comprometidos con la protección de candidatos de los distintos puestos de elección popular. 墨西哥安全部长答应讲，会替盖坦讨公道，卖调查盖坦事先已经有向当局请求提供安全保护，是安怎无得到适当的回应。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